大家晚安，非常高兴我们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关静音，让我们一起在敬拜当中享受神的恩典，能够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也求主帮助我们一起在安静心的祷告里面来预备心，参与我们今天的敬拜。也欢迎每一位在直播现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邀请你将你手边的电脑或者是电视机，或者是任何会影响你的事情，都先将它放下。我们一起来领受，一起来敬拜。我相信在你家里面也是一种敬拜，但是我们更要用预备的心来领受神丰盛的祝福。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预备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要更多在信心里面宣告，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更愿意在信心的里面能够预备我们自己，在我们领受，在我们预备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预备，让我们的心能够在耶稣降临他所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与信息里面，让我们得着更多生命的恩典与祝福。也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让我们一起在敬拜里面享受神你的祝福，享受神你的平安，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为主你做光做盐，做传福音的儿女。谢谢主，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仰望神，愿你的灵充满我们，祝福我们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喜悦我们在他面前的敬拜，让我们一起在信心里面来宣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靠主刚强。在信心的里面，我们要更多的明白神期待我们，让我们明白神喜悦的工作，也就是神同在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清楚的明白神此时此刻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盼望，他知道要如何赏赐给我们更多的祝福。世界不能给我温暖的时候，我用信心抬起头，蓝天白云总会再次提醒我，我的天父关心我。生命是你所造，一切你明了，你岂会不知道我此刻需要？有没有人陪我不再重要，你的同在温暖我。愿主的平安，愿主的恩典，愿主的同在与你同在。神的同在是让我们能够不断在神的恩典当中享受神的温暖与拥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更多的祷告来经历神，来认识神，让我们更多透过祷告，让我们的能力，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添。祷告还没有梦吹停的时候，我用信心抬起头，蓝天白云总会再次提醒我，神的恩典高过我。生命是你所造，一切你明了，你岂会不知道我此刻需要？卸下所有重担，完全交托，你的恩典够我用，够我用。将我们的人生交给主，人生旅途走到终点的时候，
求你帮助我，擦干所有眼泪，没有惧怕，你的荣光照耀我，渴望听见你说，孩子，我知道你用一生爱我，一生荣耀我。雨后的天空有美丽彩虹，我用信心抬起头。主啊，我们在你面前领受神你的同在与平安，恳求你赐给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智慧，让我们透过祷告，透过信心的加添增强，在我们在对主你的信靠与能力。求主你赐福我们，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恩典。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这时候牧师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在神的面前，我们透过奉献的行动来回应神的呼召。神带给我们是更丰盛的恩典，是透过我们透过回应神的恩典的行动，来祝福我们彼此的生命，也祝福教会。这时候，我们邀请我们一起在透过奉献的行动来回应神。邀请你，如果你在你就近的教会，可以带着你的奉献的金钱，去到那一间教会祝福他们。我相信都是神的恩典。我想教会是不分彼此，更重要的是我们透过奉献的行动来回应神所对我们的感动与呼召。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宣告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我们来唱奉献的诗歌，奉献所有，我们一起起立。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献于耶稣，我今完全献于你。求主赐我爱心能力，更赐我天上福分，全所有奉献。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
这个礼拜是退休传教士的奉献主日，明天我们在主日当中也会特别邀请中华路教会牧师会跟吕佩玲牧师互相交换讲台，也请大家一起在祷告当中能够来为这个主日来关心退休的传道师。第二个，在这个礼拜我们是进入待降节第二主日，也请大家用预备的心的态度来预备我们的生命，是要做神的好品性的好管家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好的生命的这个操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带出更多传福音的能力跟影响力那我们也请为穆妙玲姐妹在下礼拜一要接受胰脏的手术。那我们透过更多的祷告，其实神是听我们祷告的上帝。即使你在生病当中，神也都知道。特别我们在软弱当中，特别需要上帝的平安所以我们一起来为妙玲姐妹来祷告。在12月20号礼拜三我们晚上7点半有一场在文化中心的弥赛亚音乐剧。那牧师想要邀请各位，目前不是20张，我们有30张票了那邀请大家我们那一天这个票是免费的。那弥赛亚这个是有关讲到耶稣的故事从头到尾。其实这本弥赛亚这个音乐剧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聆听。那也期待我们一起带着弟兄姐妹或者是你家人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在礼拜三我们晚上6点半会在教会集合，6点20啦，6点半我们是不是6点40在教会集合出发所以请大家能够愿意的话可以调整一下时间，我们一起去参加。那我们在12月24号我们有举办这个圣诞活动，也非常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那如果在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聆听到这个消息，也欢迎你。我们在12月24号晚上，我们会在5点半我们5点半就会有圣诞爱宴，然后呢，我们会在5点到6点半有圣诞爱餐，然后呢，我们会在6点半做整理一下，恢复场地，然后我们45分到7点，我们会做一个报佳音的预备行程。那我们在圣诞爱宴的时候，你来到教会，你就要去拿一张这个号码牌。如果你愿意参加这个摸彩活动的那人人都会有奖，就只有70个名额。所以邀请大家号码抽完取完为止，然后也请大家能够一起来共襄盛举。我相信每一个邀请你的同学或朋友来到教会，我相信上帝的主耶稣的平安也要带给他生命的祝福那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叫做凭着信心与主相遇我们待降节的第二主日呢，我们知道是一个预备信心。那到底在预备什么？也就是说，我们预备耶稣再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与主是在这个他的生命当中在经历他的生命到底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基督徒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生命的目的我们除了认识主耶稣，认识上帝，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到底要做什么嘛。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都常常讲要跟随耶稣基督，对不对？对不对？我们要跟随牧者，跟随教会的同工，我们在做教会的工作。其实我们都是要用这种预备的心，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想到底待降节第二主日，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自己，能够与主面对面，能够与主相遇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今天很期待与你相遇，我也很期待你能够遇见神。再跟他说好，所以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每一个礼拜，其实我觉得牧师觉得说不是只有待降主日在谈这个问题是每一次你来到教会，你都要想说我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体会到上帝与我同在。所以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神如何教导我们。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路加福音第7章36节到50节，我们一起来看牧师来念就好了有一个法利赛人，他请耶稣到他家里吃饭，耶稣应邀赴宴。那个城里面住着一个罪恶的女人，他听说耶稣在那个法利赛人的家里要吃饭，就带了一瓶一个玉瓶香膏进去。然后呢，他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就哭然后呢，泪水就滴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把它擦干。
又连续亲吻他的脚，而且抹上他所带来的这个香膏。后来呢，这个邀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在眼里啊，心里就想说啊，这个人如果是先知就应该要知道摸他的是谁啊。这个很奇怪法利赛人这个西门邀请了耶稣到他家里吃饭可是他看到了这个罪人，这个女人竟然在耶稣的背后，然后做了这些动作之后，他说这个人耶稣如果他真的是先知就应该要知道摸他的是谁啊，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她是个罪人呢。耶稣他看一看他的表情可能觉得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他觉得有一些端倪啊。耶稣40节就对他说：“西门啊，我有话要跟你讲。”西门就说了：“老师，请说，请说。”耶稣说：“有一个债主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债主，如果借了一个人500个银币，又借了另外一个人50个银币，两人都没有能力还债，这位债主就免了他们的债务。那么哪一位更爱什么债主呢？哪一位？静瑶，500元的跟50元的。可是这个债主他好了，你们都不用还了。他知道他们两个都没有能力，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爱这个债主？500的，对不对？对，西门就说了，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就说了，我相信是那个被免去更多债的人。耶稣说，你判断得对。随后呢，耶稣他转向那个女人，就继续对西门说：“你看见这个女人了吗？我到她家里，到你的家，到西门，我到你的家里来，你没有拿水给我洗脚呢。这女人却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然后还用头发帮我擦干了。”接下来，这个女人还做了第二个动作，她又说了，耶稣就说：“你没有亲吻我。”但我进来的时候，这个女人却不停的怎么吻我的脚，这是一个礼貌。他们在这个耶稣的时代，在他们的这个地区，他们在去到人家家里，他们会做这样的动作，表示一个欢迎，表示一个尊重，所以这种心情是不太一样的。第三个，这个女人还说：“你没有用油她要对这个西门说：“你没有用油为我抹头。”这个女人却用香膏抹我的脚。哇，这个服务有没有很到位啊？非常到位如果我们教会的招待有办法达到这样我觉得应该每一个人来过一次就会念念不忘啊。我觉得我很感动。我再一次看这段圣经节，我觉得哇，耶稣讲得很到位，很贴心所以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因此他的爱深切。那些获得赦免少的，他们的爱也少。”耶稣就在对这个法利赛人西门讲你们都好像对那个女人，好像看到那个罪人他做得很不好怎么样？都怎么样？都好像没有原谅这种人我告诉你们的心的爱也是少的了。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彼此议论说：“这个人是谁啊？竟然能够赦免人的罪呢？”讲话很大声大家都在质疑耶稣耶稣又对着那个女人说什么：“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安的走吧。”我觉得牧师看完这段圣经节，我觉得我的心带着一个更大的信心，就是我们要怜悯人了。我们要对世上的许多，不管是学生，不管是很多失丧的灵魂，很多犯罪的人，很多在我们眼中看为很不足的人，很软弱的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爱都不太够，我们对赦免人的这个动作真的是还有待加强。所以我们要从这段圣经节，我们看到几个重点。第一个，37节里面讲到这个罪恶的女人，她是怎么样？她是怎么样？她是带着，你知道这个带着原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原文的意思叫做预备啊，
带来了。你有没有看过有些基督徒他到教会很久了，他去到教会，他不会预备金钱的。但是有时候牧师也会忘记，我同工都会说牧师。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到上帝的面前，其实有些人他是连预备都不预备的，即使要他摆上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的，那是看得出来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带了，它的原文的意思叫做预备带来。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没有预备带着要祝福教会或者是祝福彼此的心呢？我刚刚看到静瑶，他真的很守本分。他做什么动作你知道吗？他去发周报。一个国中生，我就觉得我们有没有这样我觉得我们礼拜天那个在3楼应该要有一个同工去看一下有没有人没有拿到周报的。其实应该是比较不会啦，因为我们在1楼都会遇到弟兄姐妹就会发给他。所以我觉得那个招待很重要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对一个罪的觉悟少的人，他就会怎么样？我觉得他比较不需要主了。我再讲一次对自己的罪觉悟少的人，他不会需要主了。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是什么？他对自己，如果他是一个罪人，这个女人来说，她是不是罪人？是不是？她是极大罪恶的，可能是她是犯奸淫，可能是她是妓女，都有可能。所以她在社会的眼中，她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一个人。可是她知道耶稣来了，耶稣要去到那一个人的家里。我觉得这个罪恶的女人，她要去到法利赛人的家里，你觉得她怕不怕？她是怕的。可是她怎么敢进去？因为她知道耶稣是会救她的，是会帮助她的，所以她带着信心，带着她的预备的这个礼物，带到主的面前来奉献给耶稣。所以我们要知道，当这个罪恶的女人，你觉得她对自己的罪体会是多的还是少的？多的。所以她知道她的罪恶竟然能那么的深，她真的很需要主耶稣。所以我要问各位，我们现在青少年在做的工作，不就是关心青少年吗？对不对？当我们看到这些青少年他们的行为很不检点、很糟糕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能够有一个足够的信心，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有能力看清楚这个学生他的行为上有犯了什么错误，让我能够体会到，而不是去指责他，更是需要在陪伴当中去怎么样，带着他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上帝所拯救给他的计划，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让我们更多的预备，在信心里面去让人体会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的罪啊，如果你的觉悟少啊，你不会知道你会更需要神啊。可是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罪恶更深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更渴慕神。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罪恶的女人，她带了三个，带着3种行动你有没有看到？我牧师有特别把它用黄色、蓝色、绿色，有没有？很奇妙当这个法利赛人西门跟耶稣讲说，这是这么糟糕的女人怎么会？你是先知，不应该会做这样的行动吧？可是耶稣却是要告诉我们，他是能够赦免人的，他也要告诉人要懂得互相怜悯，互相怎么样，要去能够体会别人生命的需要。所以他说什么？3个需要你看我到你家里来，你有没有拿水给我洗脚？所以其实牧师在教导我们弟兄姐妹在服事的时候，如果不是牧师来讲道，我们的招待同工一定要有一个认知，牧者有没有给他水喝？这个行动就是这个。他说那个牧师都马会带水那个都马会怎样？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就像法利赛人西门一样，所以你看他到了你的家里来，你有没有拿水给他？他就问你没有亲吻我，但我进来的时候，这个不断的呢，他是透过行动，为了要接近我。第3个，你有没有用油为我祝福啊？所以我们要晓得，人来了都是客人，
跟你旁边的人说，来到教会的人都是客人。还有再跟他讲，来到教会的人不只是客人，也是家人。来到教会的人不只是客人，还是家人。所以牧师真的蛮鼓励各位，我们真的需要更多透过爱主要有行动，要有实际的行动。好，所以不是只是讲爱主的话讲一大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透过行动来帮助我们的信徒，帮助我们更多来到教会的人去体会到主的爱。所以我们要了解我非常喜欢这个海伦凯勒讲过一句话，他说信心是命运的主宰啊。好，信心。海伦凯勒，我告诉各位，他1岁多的时候就得到急性脑充血症，他失去听觉、视觉。长大以后呢，他自创这个手语跟家人做沟通。他经历过很多他上帝创造他这个生命有那么多的苦难。可是当他长大以后呢，他就读剑桥女子大学、哈佛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人家每一个人都评鉴他是人类善良的表现。海伦凯勒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信心是命运的主宰。你有没有信心呢？静瑶现在在学琴，对不对？你的信心在什么地方？学琴要做什么？中南学琴要做什么？读书、服侍，大声一点啊！服侍神要大声的、勇敢、有信心啊，对不对？你的生命已经改变，你的生命已经是在奉献给上帝用，在教会，对不对？所以你服侍神要有信心啊。所以你学乐器要做什么？再一次让你机会讲，服侍神。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都是为要服侍神。牧师以前我也讲过，我也分享过，以前我很爱唱歌，我很爱弹吉他，很爱做很多事情，其实我都想要表现自己。可是当我知道我回到神的面前，我知道我是一个极大的罪人，何等的不足，我发现我要更多去培养，然后分享、教导、带领更多的人一起在这个台上，在神的面前服侍他。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强烈有一个华特贝基霍他说过一句，他说强烈的信仰会迎娶坚强的人，然后呢又使他们更坚强。这个很有意思他讲这句话牧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2句话刚好透露出一个人如何从信心的功课里面去认识这位无形的上帝与他相遇。人的信心就开始决定了他的人生命运，不是吗？你对上帝要不要信心？需不需要？因为他看不见呢，这位神是看不见的呢。可是当你去认识、去听讲道，然后认识到，哇，这位上帝是讲爱的，是讲盼望的，可是你对他却一点信心也没有。那你觉得你有办法从上帝那边得到能力吗？你不可能得到。一个人如何从信心里面去认识上帝，并与他相遇，人的信心就开始决定了他的人生命运了。所以你的命运怎么来，在于你怎么决定你的信心倚靠神啊。刚刚我们谈的那一句话说，强烈的信仰会迎娶坚强的人，然后又使他们更坚强。当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请问各位，这难道不就是一个强烈的信仰价值观吗？强不强啊？耶稣讲这句话很主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上帝那里去那耶稣是什么？这位耶稣他是在做些什么？若不借着我，就是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啊。我们不是在依靠耶稣，我也要想要像耶稣一样有行神迹的能力，然后可以怎么样飞天正地啊？台语讲飞天正地，咁讲呢？是这样吗？我相信耶稣不是要我们学习这种强烈的信仰价值观。耶稣告诉我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主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能够在真理里面走应当做的事情，
应当做的判断，包含我们的生命要活出像耶稣的样式，去学习跟随他。只要你学习这样的态度，我相信都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学习的榜样。我相信你的生命就会走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就会悦纳接纳我们。所以这种强烈的信仰价值观，难道不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句话吗？强烈的信仰会迎娶坚强的人。我要问各位，你们是不是坚强的人？不是。其实我要告诉各位，如果你看完主耶稣说这句话，即使你是一个软弱的人，你也会因为这个强烈的信仰价值观，会驱使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在软弱当中，却想要得着坚强啊，不是吗？对吧？然后呢，他就会赐给我们更强韧的生命内涵。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基督徒跟人家不太一样的地方，不是强者才来到神的面前的，而是让一个弱的人，让一个软弱的人，因为主耶稣的话语能够得着刚强。所以我非常喜欢我们要时常多读神的话。那么今天牧师最后要跟大家分享3个，一个信心与主相遇的人，他的生命应该要有了几种变化。好，生命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好，我再讲一次哦，一个凭着信心与主相遇的人，他的生命会发生哪些生命的反应？第一个，得着生命的救赎恩典，救恩啊。好，你如果愿意有这个信心去了解、认识更多神的心意，你就会知道，其实我们会从这个信仰里面得着生命的救赎跟救恩。使徒行传第15章第11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得救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信吗？信什么东西呀？信什么？其实这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啊。我们相信他的恩典就是这么的丰富，是白白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信是信主耶稣的恩典啊。所以呢，这一段圣经节，如果有机会你去看使徒行传第15章11节这一段，它实际上在讲的就是很多时候当时候的人是注重仪式割礼啊。我必须要受割礼，我才能够得到领受这个恩典。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教会服事，不是只有你透过服事，你就可以得救哦。我们要知道你有没有相信哦。所以你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你都要去不断的反省自己，我到底相不相信？罗马书10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义就是好的，好。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好，所以你愿不愿意相信呢？相信你要成为一个好的人。那个中南牧师时常讲哦，功课不好没关系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要好啊？懂吗？好，静瑶，你期不期待你的功课好？期待。当你期待越多，你会知道我会更加倍的努力，懂吗？所以，如果你期待的越少，那我要告诉各位，你的努力也会越少。好，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期待，我们期待称义。我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义人、好人，我就要心里面相信我可以办得到。我必须要去改变，我必须要去调整我的脚步。那么，我相信我的生命是会成为一个得救的生命。第二个，我们除了要有得救的救赎的恩典，得着生命救赎的恩典。第二个，我们必须要得着生命的出路跟粮食。我们要知道生命有没有出路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0章第9节，来，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基督徒不是只有谈救赎恩典呢，其实我们生命得救也要什么？要能够生活呢。生命有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不是只有单纯吃而已哦。不要单纯看到这句出入得草吃，是因为我的经济生活会改变吗？我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改变吗？是不是？是的。信主的人，
特别是学生哈，牧师都会常常最近都在鼓励学生哈，你不要只有服侍啊，但是你功课成绩一直很烂啊，不会的，不应该的，也不能够这样。好，为什么？你要知道哦，我的生命得救是我的态度、方法，很多的观念都会改变。所以你会更了解、知道说，我的生命不单单只有服侍神哦，我的生命还要用透过不同在我生活当中的经历、丰富的赏识跟产业，让人看出基督徒是有草吃的了，对吗？是不会贫穷死的了，还了解吧？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啊，他会为了他的生活疲于奔命。可是到后来，他遇到一个冲击的时候，没有办法赚钱的时候，他就放弃自己，有没有？可是有些基督徒不是哦，即使他在贫穷当中，他依然能够靠主得胜哦。在他生活再困难，他依然不觉得我够了，我满足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的话很有意思，他说：“我就是门啊，我们生命的门，生命的道路，唯有透过耶稣，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所以得着救赎的恩典的生命，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出路啊？好，钟兰，你觉得你听得懂牧师所讲的吗？你的生命有没有出路啊？好，最近牧师跟我们同工有一个默契，就是说期待限制现在学生他们使用手机。好，如果你发现手机很重要，比你的功课还重要，那么我要跟你讲，可能手机已经占据了你整个的心，还有时间。如果你认为功课比手机还要重要，那么我相信你的功课绝对会慢慢提升上来。好，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提醒我们教会的年轻朋友，其实来到教会，有空闲的时间，你就是好好去做学习。好，不管是学习乐器、学习读经、祷告，我相信来教会就是要学习生命的功课，而不是浪费时间在那边使用手机、打手机游戏。好，我觉得那些东西并不是真正可以给你放松的时间跟机会，反而是你更需要在神的面前更多的祷告。好，那第三个，一个凭信心与主相遇的人，他的生命会发生哪些生命的反应？第三个，他会得着灵魂的得救。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10章35节到39，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一起大声来读来，所以切勿失去勇敢的心，因为勇敢的心会给你们带来大赏赐。你们需要坚忍到底，这样你们遵行了上帝的旨意后，便可以得到他的应许，因为将来来临的那位很快要来了，绝不迟延。属我的义人必靠信心而活，他若畏缩退后，我必不喜悦他。但我们都不是退后走向灭亡的人，而是因为有信心而灵魂得救的人。所以这句话鼓励各位，邀请各位，我们的灵魂得不得救在于哪里？信心。对，最后一句话，因为有信心而灵魂得救。所以如果你的信心都不懂得操练自己，那我要告诉你，操练就是前面那几句话在讲的啦。失去勇敢的心啊，勇敢的心是会带给我们大大的赏赐哦。那怎么做？就是要坚忍到底哦。好，36节，这样你们遵行上帝的旨意后，便可以得到他的应许。所以其实虽然神的应许是需要等候的，是需要耐心等候的，可是在耐心等候的同时，你有没有足够的勇敢的信心坚持到底？所以跟你旁边的朋友跟他讲说，你要勇敢为主刚强坚强到底，你要勇敢为主刚强坚强到底。我觉得靠主，我们这个都很容易讲啊，可是要坚强下去，坚持到底，真的不容易啊。好，所以特别我们很多时候会因为遇到生命的困难、生命的病痛，或者是我们跟人话语上的冲突，都会影响我们
怎么样去遵守上帝的诫命，遵守上帝的旨意，来完成上帝的心意，真的很难。所以几乎我们很少去真正领受到圣经所讲的，得到他的应许啊。我说你得到上帝的应许吗？你有没有印证神真的是爱我们的上帝？上帝有没有应许？他的应许有没有让你看见？大家都是愣住，这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要牧师要鼓励各位，其实这段话，我们大家如果不是很理解，可以回去好好祷告。我们的生命要得到更大的赏赐，我们就是要去领受上帝的应许的功课，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好，所以祝福各位，那也期待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不断的突破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那有一句话说，有必胜信念的人才能够成为战场上的胜利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不管各行各业、教会体、事业体、教会家庭体，或者是学生的族群，我们都是要靠主强盛的这个心智，你才有信心与力量过得胜的生活。我再讲一次，我们要靠主有强盛的这个坚强的心智，你才有办法有信心跟力量过得胜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主得刚强。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恳求你的灵再次引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学习神你所教导的话语，让我们学习操练我们自己，让我们学习如同这位罪恶的女人一样，她愿意把最好的礼物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也同样期待，让我们的生命学习到主的面前，能够放下我们自己许多的骄傲、捆绑一切的谎言，一切不属神的心意，我们都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愿意单单奉献给主的心志，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属世的，我们并不是属神的。很多时候我们属世上的事物，胜过于我们上帝所期待我们能够完成的心意。主啊，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在生命的功课里面，能够学习透过更多的祷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得着神的喜悦。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次在领受神你得救的功课上，我们学习明白神你的救恩是对我们生命何等的宝贵，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学习在从小学习的功课，从小学习的道路上，让我们就不断一步一步来领受神更多的恩典与祝福。求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与主你的相遇当中，有更多的信心，更多勇敢的心志，继续坚持到底，让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向主你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晚上6点半，我们一起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神丰盛的祝福。愿你平安。